各位歡迎收睇呢一節新聞，我係李朗儀。油麻地貨物裝卸區有一艘貨船上嘅貨櫃着火同發生爆炸，初步知道最少10幾人受傷，包括有消防員。另外有9名消防員一度被困，消防已經將火勢升為3級。船頭位置發生猛烈爆炸，傳出巨響，火球直衝上半空。大量濃煙冒出，多艘滅火船、水警輪同埋海事處船隻正趕往營救。現場消息話，凌晨1點，一艘據報運載廢金屬嘅貨船，船上有一個裝有棄置金屬嘅貨櫃箱着火。船員嘗試撲救，但未能將火救熄。消防員接報到場撲救嘅時候，突然發生爆炸。有消防員撲救時受傷，由於火勢猛烈，其他消防員亦都未能夠接近火場。部分消防員更被困船頭位置，要向控制室求救。消防喺1點35分將火升為3級。現場消息話，救火時受傷嘅部分消防員由同僚救上滅火船之後，喺附近上岸送往醫院，送院時清醒。呢邊呢個2級啊！無線電視記者馮少豪報導。咁記者潘偉林而家喺現場㗎。潘偉林喺現場嘅情況點啊？嗱，我依家位置咧就喺海輝道嘅海事處碼頭嗰度㗎。咁較早前呢，係部分嘅傷者就係由呢度送上岸呢，再由救護車送院嘅。咁當中呢，相信係包括受傷嘅消防員同埋一啲船員啦。咁呢個係救上嚟嘅時候，大概係半個鐘頭之前㗎啦。咁暫時未知道佢哋最傷勢嘅情況係點。不過現場呢，就仲有多部嘅救護車呢喺碼頭旁邊戒備。而喺較早前呢，亦都見到一批消防員呢係坐咗船出海㗎。暫時未知道仲有冇傷者係陸續送上岸。咁講翻今次嘅事件啦，發生喺1點之後呢，之後嘅消息都頗為混亂㗎。咁我哋採訪隊呢，就跟隨呢係10幾部嘅消防車同救護車呢，首先呢係去咗呢個油麻地貨物起卸區㗎。咁呢，由於嗰個雨勢呢比較大啦，同埋現場嘅都係一啲唔係咁平坦嘅泥路嚟㗎。咁救護員呢推住呢啲擔架入去嘅時候呢，都係比較狼狽，同埋喺靠近海邊啦，情況都比較比較危險啊！咁就嬲尾呢，去到貨物起卸區嘅碼頭度等咗10幾20分鐘之後呢，就消防員同埋救護員呢都係撤離啊！咁就最拉尾呢，就係嚟咗我依家身處嘅海事處碼頭嗰度啦，最後將部分傷者係送去醫院㗎。咁我哋會繼續喺現場留意住最新情況，交翻俾新聞部。天文台喺凌晨2點40分發出紅色暴雨警告，而